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国民党南投县长初选的民调结果出来了，是由立法委员柯淑华来出线。这场的民调是真竞争哦，参选的有立委马文君、立委柯淑华，甲南投市长宋怀林，会当讲是查某人的战争。本民调由我们提出指定征收。 2022大选提早开始，现任立委柯淑华会代表南赢选后一届南投县长。我可以尽早拟定党内的县长人选，我可以尽快的展开整合，一致对外。 国民党做3天的电话民调，支持度上悬的代表参选，即摆参选的包括现任立委马文君、柯淑华，现任南投市长宋怀林。 三个人拢捌做过县议员，柯淑华捌做过南投市长，三个人的在地经验拢真丰富。不过柯淑华新力女超人的形象伫全国有高知名度，以6个8分点领先马文君，摕到门票。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，国民党这次在南投县的启程其实是比较快的。那1年时间来讲，对于一个县长的参选呢，实际上要筹备的工作也非常的多。我们认为时间紧迫，我们还是会团结一致。我们希望所有的县政发展的蓝图徐委员，我相信他也会有他自己的规划。南投县经过前县长李兆庆、林明珍2个人执政，10多年来建立那比例更较大的政治版图，对南赢参选仍有先天的优势。柯淑华有可能对民进党的蔡培辉，不过目前民进党的执政院长陈启兴嘛想要参选。民进党党内是不是要进行初选的机制，或者是直接用协调的，这个不得而知。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在是赢在起跑点。 南投县长之争会使讲是查某人的战争，会有机会出现南投县史上第1位的女县长。